华视在地新闻正大消息：2020年哪力拢讲立委要拼过半，已经推出总统候选人的民进党，后一步就是要布局立委的选战。其中新北市10指选区，红看做是艰难的选区，还佫传出前立委新发挥无爱选咯。这是毋是表示民进党要甲时代力量合作，支持黄国昌来参选呢？全台湾还佫有倒一寡选区会产生变数呢？来看咱的分析报道。敢要拼连任，黄国昌还未表态，不过有意竞争的民进党前立委新发挥先宣布退出新北市10指区的提名。不是一样的问题了。关于整个立法委员选举的布局，我想这个是整个我们党中央来会做整体的考量。时代力量合作的意思。目前没有这样的进行，但是我对未来的合作持高度的期望。除了10指，台北第5选区林统组、台中第3选区洪志阳，较早拢是民进党甲时代力量合作才攻下拿赢的铁棒。这摆有国民党前立委林玉峰甲杨庆英准备要抢攻这2个所在。整体上来讲，我们在去年921选举，这个重新拿回执政的一个地方，我相信都会比4年前更有机会获得更多的席次。唔敢想乐观，是因为国民党还佫有22个选区要伫拍拼协调，民进党方面得票率无超过42.5%的选区要有20个，甚至伫高雄市长死去了后，像旗山、美浓、小港，国民党拢有超过20%以上的进步。2020立委要拼过半，哪里有期待，却是拢唔敢大意。